從聖經真理點亮生命，從心靈故事啟迪人生。靈命日亮，每日與你同心同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祈求聖靈帶領我哋以下嘅時間，專注聆聽上帝嘅話語，進入與上帝結連嘅時刻。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題係堅忍的力量。先聽我讀出提摩太後書4章6至8節嘅經文啦。第6節，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第8節，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馬克係一位馬拉松跑者，亦都係一位忠心服侍嘅牧師。佢喺過去35年就牧養咗2間教會。最近佢退休啦，而有人亦都送咗一對新嘅跑步鞋俾佢。我曾經喺20多年前同馬克就跑過一次馬拉松，但係喺佢嘅一生之中，佢喺美國好多嘅城市完成咗無數場42公里嘅馬拉松賽事。喺馬克嘅退休感恩會上，佢牧養嘅教會成員以及社區嘅居民都對佢持續忠心嘅服侍而表達感謝。因着上帝嘅大能同恩典，馬克能夠堅持到底。老實講啊，其實人生呢亦都好似一場馬拉松長跑，嗱，唔係短跑。有時我哋會感到疲憊，甚至想放棄。不過對於嗰啲信靠上帝嘅人嚟講，上帝嘅恩典同能力係永無窮盡。就好似今日讀到嘅經文提摩太後書4章6節至7節，就提到被監禁嘅使徒保羅喺接近人生嘅極點嘅時候，佢鼓勵佢嘅門生提摩太話：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確實人生際遇各有不同，每個人會走唔同嘅境地。但係無論我哋身處喺人生邊一個階段都好，我哋都應該好好記住，依靠上帝堅忍到底係至關重要，而且我哋必得到獎賞。上帝係我哋力量嘅源頭，因為佢嘅恩典，佢會救我哋進入佢嘅天國當中。各位朋友啊，你曾經點樣經歷過上帝嘅能力，令到你唔輕言放棄呢？睇到有人靠聖靈堅忍到底，點樣使到你得到激勵啊？提摩太後書4章7節，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邀請你，我哋安靜嚟到主嘅面前，一齊禱告啊！親愛嘅天父，求你幫助我時時謹記，凡依靠你嘅人都能夠領受超自然嘅力量，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阿門。靈糧透視，
使徒保羅為咗服侍基督、傳揚福音，佢所受嘅苦難實在令人難以想象。但係佢一直忠於上帝對佢嘅呼召，並且跑完佢當跑嘅路。咁樣佢係點樣忍受呢啲嘅苦難呢？保羅喺談論一段受苦嘅經歷嘅時候，就帶出咗答案。佢明白上帝嘅恩典夠佢用，而且佢嘅軟弱並唔係一種缺陷。喺哥林多後書12章9節，保羅提到就好似主咁樣對佢講：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呢度係表明，當人軟弱嘅時候，上帝反而借此彰顯佢嘅大能。今日當我哋面對試煉，想要放棄而唔想繼續向前奔跑嘅時候，我哋可以依靠上帝嘅恩典，信靠佢嘅大能大力，繼續堅忍到底。求聖靈幫助我哋好好活好今天，繼續靠主前行。如果你對今日嘅內容有所共鳴，邀請你可以轉載同其他人分享。另外，其實我哋除咗每一日嘅靈命日糧靈修材料之外，我哋亦都有探索叢書系列。呢一本只有32頁嘅小冊子，每本裏面都有唔同嘅主題，目的係引導我哋更深入研讀聖經，領悟上帝嘅啟示，為生活中嘅關鍵問題尋找答案。邀請你可以先登記成為我哋嘅讀者，你就可以定期收到呢一本小冊子，讓我哋可以一齊持守喺上帝嘅話語當中，繼續活出豐盛嘅信仰人生。願上帝賜福與你。